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2月初1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总统赖清德上任后，今仔日是第一摆出访，伊是拜访南太平洋3个友邦，咱的空军派出4架 F-16的战机来甲陪伴，互咱的赖总统一直讲看到是真感动，希望这抓会当顺利来完成任务。也那赖总统伊第一站是伫美国的夏威夷来过境，伊嘛甲访问团的成员讲，刷落来这行程会摆甲真难。战机的左侧有4架 F-16战机正在护航，中华民国空军正护送总统出国，并向参军统帅致敬。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遍出访，4台 F-16战机飞伫咧专机边啊，向三军统帅表达敬意。赖总统真感动。第一次看到战斗机翻飞，我觉得是还蛮感动的，蛮有意义的，也让我们感觉到说，哇，这一趟啊，我们真的是任重道远，还一定要好好工作，要顺利完成使命，不辜负国人的期待。希望出访的任务顺利。赖总统7天6暗，将会拜访南太平洋3个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卢、还有帛琉。第一站会先过境美国夏威夷。虽然总统府无公布内容，因过赖总统甲访问团访上时阵讲，行程摆甲真满。专机抵达夏威夷之后，我们的外交任务就要正式开展了。这是一趟紧凑的行程，我也相信，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都是 Team Taiwan。未来7天，我们一定能够通力合作，让台湾稳健自信地走向世界。虽然团讲中国将会用军演回应，所以赖总统并外交过境期间甲美国方面互动的战绩，是不是会当有突破，将会是赖总统第一场元首外交的成绩单。记者综合报道。而且总统赖清德呢就任了后是第一届出国来访问，伊头一站是伫美国的夏威夷来过境，由 AIT 执行理事那英，也阁有咱驻美代表余大雷亲身来甲接机。总统赖清德呢第一届出访是伫美国的夏威夷来过境，由这 AIT 的主席的罗森伯格，伊嘛特别伫社群平台打文来欢迎咱的赖总统。所落来，咱赖总统是会去到当地真有名的毕夏普博物馆来参观，下晡是会拜访夏威夷的政府机关吉办管理处，也会去到亚利桑那河战男纪念馆来致意。落尾暗时的时阵，是会伫饭店来举办侨胞的宴会，有计是有300位侨胞会到场。好，就伫咱的赖总统的出国访问的这几天呢，昨呢在美国也来宣布新的对台军售，是要来卖价值美金3亿8500万的武器系统，予咱台湾。就伫赖总统出访同一天，美国也宣布要予台湾总价值大约3亿8500万美金的 F-16型机，后为关键升起3架 AESA 雷达后勤支援加战术科学通信系统，要求为期2案。总统府表示感谢，外交部回应美方继续实践对台湾军售常态化政策。台美双方会持续地巩固安全伙伴的关系，共同维护台海以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这是拜登政府第18摆对台军售，对着提升 F-16V 的套现率有帮助。国防部3日也发布查到18架次强机，其中7架次切换中线，加上7架强艦，1架公务船侵了台湾，加2架空飘的机啊进入咱防空识别区。外界烦恼强军增加侵了，是不是对台发动军演的情调？这些气象气球对这个温度、梯度还有高空风，也就是我们讲的喷射气流都在做收集，这就是战场情报收集的一种手段，是留意他战场经营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张燕婷认为，政必须要注意强军伫台海情报收集进行战场经营到什么款的程度，国军袂使输对方，必须要落实反情报作战。记者综合报道。好，今仔日又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劳基法的规定袂当予女性劳工伫门市上班，也毋过大法官以性别平等做理由，认定这是违宪。进前劳动部送出修法的草案，讲若准需要女性伫门市上班，头家就要提供交通工具、交通费，也是宿舍等等。无想到这款的草案煞互人偷偷甲摕掉，即马配套的措施到呾枵无一个讲法。自由时报。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宣布，甲国内3个中国的外交人员列作是无受欢迎的人士，而且即马已经通知中国，限因1礼拜内都爱来离境。联合报。
12强世界棒球赛带动国内运动的风气，即马新北市也规划要起一座巨蛋，台中巨蛋嘛已经动工，就连台南、台东嘛想要起这款的运动场所。再来看咱的台湾囡仔拍赢韩国，摕到第11届亚洲少棒锦标赛 U12的冠军。昨呢，这也选出是对日本返来，伫机场受到热情的欢迎。手提冠军的奖杯，台湾小将一出现入境大厅，亲戚朋友赶紧为因挂一个花圈来迎接。这摆冠军战对着南韩队队长周震全，讲出有打点的李瑞达。身高166公分的伊哥，面对关大对手，加减会紧张，也不过伊是用平常心来克服。因为韩国队每个身高都170、180，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厉害。没有畏惧别人比你高的。对。用满满的信心来面对挑战，伫冠军战压制对手的投手黄立源。摕到胜投，并且得到上届有价值球员 MVP 大奖。伊也讲南韩选手确实是真有力量。不过开赛了后，队友一直得分，可以完全是安心了。队友先把分数打回来，这样就没有压力。我会比较轻松，专心面对打者。教练说什么就按照。你觉得你都有达到吗？有。这摆真侪选手拢是头一摆参加国际比赛，加上伫日本比赛气温只有6、7度，总教练一直买这个暖包，也一直互选手伫个场边来使用。伊讲，为一开始就袂烦恼因拍球的技术，而是惊因伫现场会惊。比较烦恼的、比较担心的是，他们大多都是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赛，怕会缺场。那么一场一场打下来之后，一直不断的在旁边提醒他们，就是享受比赛。小选手伫机场为一人来庆祝胜利，伫亚洲小棒锦标赛完成连霸，夺下队史第8冠军。团队感谢球迷真大支持，也台湾伫世界棒球12强夺得冠军。总教练讲，全队就伫旅馆房间来看转播，下场精彩表现也带予大家真大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这回咱台湾队是摕到12强棒球赛的冠军，这庆祝的活动是一个接过一个。选手张正宇登去到屏东茶城咧游街，是受到乡亲热情加迎接。另外呢，这棒统一赛的选手昨伫台南参加活动，也写真侪球迷去现场加支持。台湾队球员张正宇登来到屏东车城故乡，徛伫车顶沿路游行，受到乡亲热烈的迎接。以手臂胜利的手势回应乡亲的支持。阿嬷更加欢喜甲六目屎，虽然张正宇伫高雄读册，假日拢会倒来屏东。细汉时阵甲哥哥练投球，就伫故事边仔的街条也是看地啊。想到较早的时阵，伊讲感谢厝边，原谅因甲窗仔门讲破，也以自身的经验来鼓励南部小球员。其实我们这种地方，其实很容易被埋没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敢拼敢做，然后要相信自己，然后自己才可以就是闯出一片天这样。在这个地方，小学的时候都开始了。台湾棒球历史店30举行，台湾队球员潘杰凯、柯志廷也有教练林国平，高志刚受邀请参加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开幕活动，吸引真侪球迷来看这选手。还是要选手在场上有奋力去投球，那看到选手都很卖力的为国家在效力，那这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对啊，这个球场当然有感情嘛，因为在那边创造很多回忆、很多胜利嘛，然后也希望在新的球场我们也可以继续创造更好的佳绩这样子。台南市府也表示，地点包含棒球发展署会顾，也随时来更新12强夺得冠军的优秀球员甲幕后缔造者。同时有个12月初3下晡要英勇大游行，庆祝世界棒球12强夺得冠军，全国也是真热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一桩悲剧，这是今年4月伫花莲发生一个独自外的查某囡仔，互老母甲伊的男朋友甲虐待死亡的案件。这两个大人互法院甲收押，无想到即马放出来了后，佮传出即个妈妈拄则生落来打马月的查甫婴仔，这面甲腹肚拢有会乌青，那像是互人苦毒，昨上病院是救无回来。
两个人徛伫路边，右手后壁搁对一个抱查甫婴的大人。花莲县29号暗时发生好亲像虐待红婴的案件，一个出事早1个月过查甫婴，因为头真侪所在乌青送医了后，宣告救无转来。附近的民众有看到囡仔送医前，都已经规身躯软烧烧。他们神色很紧张嘛，然后有帮他压心脏。那你有看到那个小朋友的状况吗？他全身就瘫软，他压的时候手是这样子瘫掉的状态。查甫婴的爸母是34岁姓陈姓宋的爱人仔，拢是毒品进口。今年4月，才伫光复乡虐待死姓宋查某囡仔1岁4个月的查某囝，两个人去法院羁押2个月。当时姓宋的查某囡仔已经有身，羁押期满释放了后，搬去嘉南乡做伙租厝住。顶个月查某婴才拄啊出世，无想到佫发生好亲像虐待死亡的案件。细嘴所在目前已经有封锁线，检警调查发现，当时除了查甫婴，还佫有姓陈的爸爸甲另外2个朋友，爸母2个拢否认动手。检方要请法医解剖了解死亡的原因。由于死因初步无法厘清，因此检察官预知择日解剖，后续检察官将会收集相关的证据，以厘清刑事责任。就会以警方还有司法系统一起来共同来处理。让这个案情呢可以厘清。花莲县社会处表示，姓陈姓宋这对爱人仔伫发生第一件好亲像虐待死亡案件时阵，都来做高关怀对象。查某婴出事了后，最后一届社工访视是11月15，当时查某婴无外伤，而且是阿嬷协助照顾，无想到搁再发生悲剧。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查清楚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一间幼儿园，互人指控讲姓陈的教保员是涉嫌不当管教，而且佫对细汉囡仔卡来手来。目前知影的是有2间幼儿园25个囡仔拢受害。市议员是批评这台北市政府拖3个月才甲这个老师停职，也毋过市长蒋万安是强调讲第一时间都有随家处理啊。台北市幼儿园阁有不熟的老师，伫民生社区某一间教保服务中心的幼儿园，有一个姓陈的教保员牵涉到不当管教、加威胁细汉囡仔。经过教育局调查了后，认定行为属实，但罚60万，阁终身袂使任职。这位教保员呢，他是有碰触小朋友的一些重要部位哦，而且呢还有不当对待的情形发生。只要小朋友吵闹的状况的话呢，他就会用胶带粘住小朋友的脚啊、手啊等等。不过，台北市议员柯秀华指出，伫今年8月就传出姓陈教保员有不当对待，不过幼儿园拖2天才向市政府通报，透过监视器画面才知影，唔那干那姓陈的教保员，还佫有2个女性教保员嘛对细汉囡仔做出不当管教的行为。不过教育局煞干那要求姓陈的教保员停职，一直到11月才将3个涉案的教保员停聘。批评市长蒋万安保护囡仔的承诺无做甲到。蒋万安讲的说立即停聘在哪里，然后呢立即的解约又在哪里？那这个案子，这个平安新村要到明年2月才能解约，所以呢家长就炸锅了。第一时间接获通报是有不当对待就提罚，所以我们即刻的去要求当事人先停职，然后去调阅相关的监视器，而且我们甚至拉长，把前面2个月监视器也全部调查。蒋万安讲，第一时间接到通报，就随家当事人停职，袂使阁入园，而且园方嘛袂使阁招收任何新生。因为发生这件案件，幼儿园是国防部委托民间经营的，市政府发文予国防部，要求1个月内停止甲业者的契约，袂使阁经营。国防部嘛发声明表示，后续会请教育部各教师协助办理中心招标作业，通维护学生囝受教权益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微型电动2轮的车辆一般拢互人讲做是微电车。这款车呢，对11月30开始就规定一定爱挂车牌，而且保强制险才会当骑伫个大路里。违规若是掠到上当是罚3600，而且呢，就爱满14岁才会当骑，也该戴安全帽，袂使烧载。这时速嘛袂当超过25公里。警警透早就伫路口拿检看民众骑的微型电动自行车是毋是有挂车牌，因为微电车新制为11月30开始，若无领牌上路，上悬应罚3600。执法第一日，敢若是到早起9点为止，就已经处理微电车违规有8件。微型电动2轮车已正式挂牌领用上路。违者将依处罚条例71条之1，处最高新台币3600元罚款。
台北市警交通大队表示，备电车除了爱挂牌登记、甲投保强制险，也爱年满14岁才能骑。骑时阵也爱戴合格安全帽啊，免载人、免酒后骑车，也免凊彩改装，相关限速15公里，违规的人拢会被罚。有挂牌比较可以追踪得到这是谁。然后25就让大家会小心，因为电动的可能可以随时开很快吧。有纳管以后，对行人也好，对他当事人也好，对整个车流的交通状况都会比较好一点。因应新制上路，台北市警也为19开始连续4礼拜，针对辖区内底工厂、后园市场周边这的微电车可会出现的热点，加强宣导甲执法，所以呼吁还未完成微电车领牌民众，要赶紧完成相关作业，才袂违规受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传承这布袋戏，中义个将中剧团伫嘉义的溪口，用地方创新的计划来推动布袋戏，佮甲地方的工艺师来合作，培育这个工艺人才，嘛举办分享会。大人甲囡仔摕着画笔，认真咧替翁仔上色。中义个将中剧团举办布袋戏的工艺成果发表。阮也带民众来认捌布袋戏的剧场，互民众体验布袋戏的工艺，佮分享因替布袋戏工艺翕的记录。学到这个布袋戏的迄种知识啦，佮有伊这个剧团的故事，嘛讲互会当好好了解一下安尼。阮其实希望讲增加这安尼会当互亲子，譬如讲大人带囡仔会当来耍，然后除了看以外呢，家己嘛会当动手做，安尼较会当对咱这物件会当有加一寡熟悉安尼。中义个将中剧团为2019年进驻嘉义溪口了后，配合乡公所来推出布袋戏文化的产业化。今年用影像的方式，替翁仔雕刻翁仔衫甲戏台手的布景来做记录。接来要开始规划相关的课程，培养布袋戏工艺人才。咱嘛是希望政府这地咱政府这方面会当帮咱去推广，因为咱个人的力量，咱讲实在啦，因若无办这个活动，互外口的人看到。其实我做翁仔衫嘛是永远我周边这几个朋友伊较看得到尔。我嘛希望讲会当吸引少年人来咱溪口，来溪口做传承，然后有法度会当长久伫个溪口这发展对溪口来讲嘛是会当有真大的帮助。中义哥表示，布袋戏的产业化需要传统工艺的支持，希望溪口透过这个创新计划，结合当地产业甲工艺，毋但替溪口找到新的发展机会，嘛会当互传统的布袋戏继续来延续。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全球连锁的咖啡店星巴克呢，伫南北韩的边界来开店。这间店甲北韩敢若隔一条港尔尔。来遮啉咖啡的人透过吊镜，甚至会当看到北韩居民的生活，这就是咖啡店上大的特色。星巴克29新开的门市，就伫经济道金浦市当地爱基坊和平生态公园内底，离上近北韩村头开放郡，敢若只有1港之隔1.4公里。这间门市上大卖点是人客沿岸来啉咖啡，然后透过吊镜看北韩居民一举一动，感受全球最后一个冷战精神气氛。 마음이 좀 짠하기도 하고 보는 저의 시선은 그냥 마음이 아프다. 뭐 같이 와서 스타벅스에서 따뜻한 커피를 즐겼으면 좋겠다. 뭐 그런 생각이 듭니다. 그러니까 이 분당국가에서 이북을 바라보는 소감이 옛날에 커피숍이 있기 전에 보다 지금 커피 한 잔 들면서 내 마음을 다듬어가면서 이북을 바라보니까 좀 더 여유롭고 좀 딱딱한 안보라는 개념보다도 좀 평화스럽고 뭐가 좀 믿음직스럽다. 朝鲜半岛局势伫北韩一直刺射飞弹，帮喷射气球甲北韩派兵导致俄乌战争了后继续升悬。开放郡就是北韩过去几个月以来放出数千个喷射气球的可能地点之一。不过金浦市长表示，伫遮开咖啡店，伊无烦恼会互北韩感觉受挑战，反倒倒来应改变外界对两韩交界原本黑暗阴沉的刻板印象。 글로벌 마케팅의 파워를 갖고 있는 이제 스타벅스가 입점함으로써 여기가 이제 젊고 밝고 그리고 따뜻하고 전 세계적으로 주목될 수 있는 그런 안보 평화의 중요한 그 관광지가 될 수 있을 것 같아서 저희가 감회가 큽니다.
星巴克伫2021年将南韩股份卖予韩国星巴克公司，甲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到今年第3季为止，星巴克伫南韩有1980间门市。不过，要伫这间独特卖点的门市饮一杯咖啡，比咱想的搁较麻烦。因为我两韩边界要进入平台公园进前，爱写入园的单，搁接受南韩军事检查站的身份排查。外国观光客需要提出护照。公司新闻警员庆朋友。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这咖啡豆啊产量嘛愈来愈少啊。其中呢，这哥伦比亚所出产的阿拉比卡咖啡豆，这机会价格已经起到一磅要105块台票，这是47年来起上济纪录。伫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咖啡豆产量供应不足，致使价格大起。根据美国州际交易所 ICE 上新的数据，阿拉比卡豆机会价格1磅3.23美金，差不多是台票105块。敢若今年起价幅度就达到70%，创下47年来的新高价。当消费者为咖啡成本变悬感觉头疼的时阵，阿拉比卡豆出口大国之一的哥伦比亚政府真欢喜。总统佩佐阁特别伫社群平台答问，庆祝哥伦比亚咖啡豆继续创纪录。Porque esto es una bonanza que nos permite, primero que todo, nivelarnos un poco de la cantidad de cargas económicas que siempre han tenido los cafeteros. Y en segundo lugar, es como una aparición del Niño Dios, un regalo que nos hace el Niño Dios porque los precios que tenemos en este momento son supremamente buenos y esto motiva muchísimo a los cafeteros. Bueno, pues ahorita con todo lo de las noticias de que ha subido el café, pues ha habido mucho incremento pues de trabajo, de todo, hay buenos recolectores, hay unos que se hacen en el día 200 kilos, cogen y pues todo ha ido pues como incrementando muy bien. 因为极端气候影响，不少咖啡产地受到做断换甲暴雨的侵袭，亲像占全球阿拉比卡豆产量一半的巴西，今年8月到9月面临70年来上界严重做断换。咖啡农预测后一个产季产量会大幅度减少，所以伫卖7成咖啡豆了后，决定伫等待未来起价进程，先按下卖卖。那精品咖啡常常用到的阿拉比卡豆产量变少，价上大起。虽然咖啡常常用的罗布斯塔豆的产地越南嘛，因为气候问题，产量连续3年落价。罗布斯塔豆机会今年嘛起8成。未来消费者啉咖啡的成本恐惊会较贵。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那今日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4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13度到25度，南部地区13度到27度。东部地区是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13度到22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